我係導演簡君進，觀眾認識我會有我嘅電影作品《白日之下》啦，同埋電視劇作品《IT9》系列。我自己最中意嘅茶餐廳食物，一定必食嘅就係西多士咯。香港嗰個做法咧係好特別嘅，我有好多外國朋友咧，其實都 prefer 香港呢個西多士嘅版本。佢好代表到香港中西文化嘅合璧啦，可以飽飽地，但係有少少甜，係個 comfort food 嚟嘅。我覺得西多士係我自己覺得一個好食嘅西多咧，最緊要係一定用牛油，同埋以往好多人用糖漿咧，其實我覺得如果用蜜糖咧係好好嘅。一般人話啦，其實甜味係最後先感受到嘅一個味道啦。蜂蜜咧，其實佢嗰個甜咧係有個層次喺入邊嘅。咁如果你有牛油嘅鹹味，然後帶你好似一個旅程咁去到最尾蜂蜜嘅一個甜味咧，我覺得成個西多都係完美嘅咁樣。